後來過來是有關彰化縣長的選舉，國民黨要派者出來選，也未定案。即擺有風聲，講國民黨的黨中央想要徵調到科技會前主委魏平靜出來參選，結果引發到地方強烈的反彈，講這是空降，甚至二林鎮黨部的主委請辭，表達不滿。穿律師袍，這個是國民黨前科技會主委魏平靜。風聲講黨中央有意徵調伊參選彰化縣長，引起地方強烈的不滿。彰化縣二林鎮黨部的主委謝建輝開頭一槍。謝建輝並且拋出事實批，講即擺縣黨部縣長人選的決定無得到鄉親的支持，難以輔選，決定辭去二林鎮黨部的主委。敢若是不滿黨中央想要徵調魏平靜選縣長，因為黨內未少人質疑講魏平靜攏無佇地方經營，捌參選社頭鄉長失敗，今擺若選縣長，袂輸是空降。彰化這邊，我基本上來講，我對於襪子的產業，甚至於對於我們選舉委員會的事務，還有我們彰化律師公務業的活動，我參與都非常的多這樣子。所以說，我不認為我是空降是。魏平靜講，伊平常時攏有咧參與彰化的地方活動，是講本來黨內就謝依鳳、洪英忠、郭廷峰三人表示要爭取提名，今擺已經4月份啊，也無人選，基層攏真着急。這2天其實接到了有一些是黨員國民黨的黨員，還想要退出啊，所以其實可見這個反彈的力道啊，所以我還是希望我們黨中央要正視這些基層支持的聲音啊，就是你徵召的第一個知名度也不夠，然後在地的組織連結也不夠，單靠誰要去把它輔選，這個基層沒有辦法說服。真的確定是我的話，我一定會就是登門拜訪，而且表現誠意來講說跟他們情誼。彰化縣長的人選，國民黨也未公布，今晚又閣有空降徵調的風聲，引起黨部主委用事實來抗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